得满足。主啊，我们再次献上感谢，感谢你丰盛的爱，你赐下满满的恩典，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。感谢你丰盛的爱，你赐下的慈爱与安稳，让我们即使遭受打击，亦或是心情忧闷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也因为你得满足与刚强。主啊，也让我们更多的来学习你的样式，在各项事上学习用主的爱来看世界，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。孩子将祷告完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让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唱这首歌。主，我们再次献上感谢，感谢你满满的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。主啊，感谢你丰盛的恩典，因为你知道我们，
你知道我们是谁，你更知道我们的需要。孩子，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。孩子，将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。阿门。